哎，大哥，嗯，那个，布达拉宫怎么走啊？我的来，啊，布达拉宫，我这边走，啊，这边走，哦，这边走，哦，这边走，你等嘛，啊，我话还说完，哦，你等嘛，我等。这边路走，啊，走。走，这边路走，没路了，啊，没路了，那没路，没路，你这边不走，你这边走啊，你这边走，啊你这边这样走，啊，这边走，这边走，米200，米200走，你这边这是手这边，左边。手旁向这边200，米走，哦，200米。哦。你走嘛，啊，你走200，米啊。你走的话，你看嘛，你路上看嘛，啊。你看眼睛看啊，眼睛这样看，你看嘛，啊。看，这里桥，哦，200米就有个桥。这里桥，啊。桥你走嘛，桥你走嘛，过桥。桥走，啊。桥走的你那边丁字路口你，丁字路口，啊。丁字路口。丁字路口你那边丁字路口你这边看嘛，你这边看，你手这边，啊。这方向这边看，啊。你那边看，你看嘛，你这边看你丁字路口那边你这边看，啊，看着。你看，嗯。你看那边30你，30走，一阿姨你30走，你走嘛，你不要怕，你走嘛，你不怕你走30， 30走，30脚你走嘛，一阿姨你30走，哦，30步。你走你这样走，你走嘛这边啊，30步啊。你这边走那边你看嘛，你又看，啊，你看嘛，眼睛看，又看。商店这边商店，走30步有个商店。商店我酒那边买，啊，我酒的那边买，商店那边，商店旁边你看嘛，不是，我说布达拉宫咋走？没问你酒在哪儿买。你听嘛，你商店那边到了，你旁边商店那个旁边，好的，商店那个旁边那个栅栏，啊，栅栏，商店旁边那个栅栏，大的这么大，大的，你栅栏进去那肯进去那个，哦，巷子是不是？你进的那个，进巷子。栅栏进的，你怕不要怕？你怕不要怕？啊，不怕。狗没有，狗我们的那个狗对路那边抓的对路那边抓，对路那边有，狗对路那边，狗生病这样没有，那狗对路那边有。狗你怕？没狗。狗咬的不咬。没狗啊。狗那不怕。你那边以后你看嘛，你看爬过那边，爬过那个离过那个转的那个，我们转的那个地方。转经的地方。爬过那个转的那个。转经的地方。那里。转经的地方那个就是布达拉宫了是吧？那边不是啊，那边不是，那边我们那个恰车就跪那个地上那个这样，我们没有那个地上那个朝拜。朝拜那个多。对，那边朝拜的多。你们老乡那边拍照的有？对，那边老乡经常给我拍照，给我发过来。对，你们老乡那个，我们那个恰车你拍嘛？对，我也准备过去拍啊。拍。对。你那边老乡问我不知道。你搞了半天你不知道哈？
你咋不早说呢？